大家好，我係溫泉蛋。我哋報咗個河源浸溫泉嘅純玩3日團，團費599。呢間溫泉酒店係2026年新開㗎。呢3日裏面，我哋可以盡情任浸私家硫磺泉，回程去古石龍園區坐遊園小火車，任摘任食聖女果，仲有2人1隻走地雞帶返屋企。酒店附近有市集，可以品嚐河源地道美食。我哋仲步行過去附近嘅溫泉一探究竟，行程表擺咗喺最後。大家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晒。早上8點半喺深圳灣或者9點半喺羅湖集合。我哋今次跟美食之旅，今次嘅上車地點喺香格里拉酒店附近，比西廣場嗰邊方便，唔使上落樓梯，路面平坦。咁我哋晏晝出發呢，第一時間係上到車，導遊姜仔就向每位團友派發美食水。今次我哋呢團有43位團友，大約個半鐘車程，我哋就嚟到惠州食午飯。呢間餐廳環境唔錯，不過我哋呢圍有12位團友，坐得有啲逼。飲碗湯先。我哋睇下今餐有咩餸。呢餐中規中矩啦，我就覺得咕嚕肉同紅糖饅頭最好食。食完午飯12點半上返車，下晝2點10分，我哋嚟到雅溪服務區鬆一鬆，因為係過年前夕，服務區都好多人。2點半上返車，坐多1個鐘車程，大約3點半。我哋終於嚟到呢間2026年全新開業嘅溫泉酒店——河源日景溫泉酒店。旺財已經提前喺酒店門口迎接我哋，旺財就住喺酒店旁邊。大堂以清新木系風格為主，營造出簡約溫暖嘅感覺。大堂有羅漢果茶同溫水。酒店總共有10層，10樓有 K 房，每層有7間房。我哋今次住2樓。我哋呢間係麻雀雙床房。房間簡潔明亮，設施好新淨，有張麻雀台，張床夠大，床鋪柔軟舒適，紅茶綠茶各1包，仲有2支水，煲水壺，衣架，電視，床邊有 USB 插蘇位。毛巾、風筒、2對膠拖鞋，洗漱用品都一應俱全。嚟睇下期待已久嘅私家池先。溫泉池夠大，幾個人一齊浸都冇問題。唔知係咪因為低樓層，對面又有裝修緊嘅樓。私家池入面有好多紅色心心紙，沖
沖洗私家池嘅時候都有漂浮物。後來同酒店職員反映咗，佢哋都有派人上嚟幫我哋擦洗下個池。清洗消毒完，我哋終於可以放心浸啦。溫泉池邊仲有支水槍，用嚟清洗個池。水壓大，射程遠，仲有2種出水模式。向園內嘅房型係望泳池同別墅，不過上面冇裝玻璃。向馬路呢邊嘅房就有裝。房間入邊嘅設施都好高科技，透過呢個觸屏案就可以調校溫泉水，高溫低溫都得，仲可以恒溫，放水排水都只係撳個掣，超方便。溫泉出水量夠大，高溫溫泉水夠晒熱，放咗一陣水，溫泉房就變成濕蒸房。溫泉旁邊有台凳，浸一陣可以休息下。酒店都好細心啊，溫泉池邊同洗手間地下都有鋪防滑墊。花灑好新淨，沖涼好舒服，仲有淋雨花灑。沐浴露洗髮水都有提供，馬桶都好先進㗎，識自動沖水，仲可以踢一踢、沖一沖。廁所板仲有恆溫功能，坐上去暖粒粒。馬桶後面嘅景觀，第一日晚餐時間係6點。我哋架旅遊巴泊咗喺酒店旁邊，餐廳就喺酒店附近，步行大約5分鐘就到。餐廳旁邊有間雲牆溫泉。今次張台闊落啲，坐得舒服好多。呢碗黑蒜湯好好味，白飯任裝。今餐嘅餸菜都好豐富啊，食得出農家菜嘅新鮮，十分滿意。餐廳都有雞賣，100蚊一隻，可以回程嗰日嚟攞。食飽之後想逛下，我哋決定步行去市集。市集都好多嘢賣，有生活百貨。臨近過年仲有燈籠揮春。糧油雜貨，仲有菜賣，腐竹、菜乾、煲湯材料，路邊現場即炒嘅花生炒米酥。可以試下小米，你買這個。路邊有橙賣，仲有生活超市。超市都有唔同種類嘅食物乾貨賣，買返袋吉返酒店食。袋吉只係7個6。哇！好長嘅甘蔗，鮮榨蔗汁5蚊雞一支，一於買2支返酒店邊浸邊飲。返到酒店繼續浸私家溫泉，食桔仔，飲蔗汁。
房內嘅池冇限溫泉水，24小時都可以浸，池水好清澈。單張寫呢個係硫磺溫泉，聞落就冇臭雞蛋味。溫泉夠熱，浸完好舒服，越浸越眼瞓。晚安。早晨，第二日我哋8點就起床，放定溫泉水，落去地下餐廳食自助早餐。早餐時間由7點半至10點。餐廳唔算大，一眼睇晒。有三絲炒粉、河源米粉，好好味。三絲炒麵、白灼青菜、饅頭、蓮蓉包、粟米、番薯、烚雞蛋、特色豬肉湯、菜乾粥、豆漿豆味夠濃，好飲。第二日係自由活動，食咗少少酒店早餐之後，留肚去出面食下其他早餐。由酒店出發，行咗12分鐘，嚟到距離酒店最近嘅早餐店。呢間店有即做嘅櫃桶腸粉，喺度食仲可以任飲山楂豆漿，不過佢嘅山楂豆漿比較稀，我都係覺得酒店嘅豆漿好飲好多。我哋叫咗個6蚊嘅蛋肉腸粉，同埋10蚊嘅枸杞豬雜湯。可能老闆掛住整豬雜湯，碟腸粉嚟到凍晒。後來老闆都好好人，重新做過一碟，先至有熱辣辣嘅腸粉食。腸粉夠薄夠滑，好好味。枸杞豬雜湯好重胡椒粉味，我就麻麻。食完早餐繼續向小學方向行，會見到分岔路，向左邊條路行6分鐘左右就可以到市集。早上嘅市集比夜晚熱鬧好多，似一個墟市，好多居民都會嚟呢度買餸，間唔中都會有摩托車經過身邊，要小心。好多賣菜嘅小販，賣桔仔、豬肉檔嘅豬肉都好大塊，紅蔥頭、油豆腐、客家起板，仲有活家禽賣，粥嘅編織品。返去酒店嘅路上見好多民居、民宿，裝修得各有特色，仲有炮竹店、腐竹廠，居民自己嘅小農田，種嘅菜。養嘅雞，感受到簡單淳樸嘅農村氣息。中午12點集合，坐返旅遊巴出去食午飯。經過市集，過埋道橋，我哋嚟到元福魚府食午飯。我哋睇下今餐有咩餸。呢餐都唔錯，
今晚我哋都會嚟返呢間餐廳食晚飯。聽講呢間餐廳好近康顏溫泉，食飽飽順便去逛下。沿住餐廳右手邊行，見到康顏溫泉啦，隔離係維也納酒店。沿住斜路一路行就會見到溫泉入口。康顏溫泉嘅職員好好人，肯俾我哋入去參觀。入嚟首先見到太極池、熱身池、元寶池、養心池。康顏溫泉有大約20零30個池，環境清幽。涼亭下面嘅溫泉，三個細池仔。正午時分，烈日當空，只有零星溫泉客。衝浪池冬天冇開，望落都幾大啊！疊水泉、蓮心池、參觀完返酒店，經過黃村橋，見到河邊有好靚嘅油菜花。下晝2點半，我哋返到酒店繼續浸私家溫泉。夜晚6點集合，坐返旅遊巴去今日食午飯嗰間餐廳食晚飯。今晚我哋呢枱要上2樓，我哋睇下今餐有咩餸。今餐都好啱我哋口味。我哋食飯嗰張枱嘅轉盤會自動轉，食完仲轉緊。食完飯可以坐旅遊巴返酒店，或者自行逛夜市。酒店10樓有 K 房，我哋團每晚都包咗1間房，可以夜晚10點前去唱 K。返房搭 lift 偶遇送餐機械人，好可愛。太開心了，請給我留一點轉身的空間，注意腳下安全。嚟到行程最後一日，今日早上喺酒店食自助早餐。今日嘅粥係皮蛋瘦肉粥。食完返房再浸下溫泉。酒店後面有別墅同泳池，泳池嘅開放時間由下晝5點至夜晚10點，早上嘅泳池已經放晒水。10點半 check out， 酒店得1架 lift， 繁忙時間都幾多人。12點半嚟到古石龍園區，喺農莊先食個午飯。飲啖冬瓜湯先。我哋睇下今餐有咩餸。今餐中規中矩啦。食完飯，導遊姜仔向各位團友派咗2張門票，一張用嚟坐小火車，另一張係用嚟摘聖女果。1點半，我哋嚟到小火車站，
一大片士多啤梨田映入眼簾。開車啦！軌道旁邊有好靚嘅粉紅色花花。轉個彎，呢度係種植聖女果嘅基地。陣間我哋都會入去任摘任食聖女果，帶走另計。水果採摘好似係聖女果15蚊一斤，草莓25蚊一斤。湖邊有幾棵靚靚桃花。返到嚟士多啤梨田，好大陣香味。到站啦！仲記得上年園區唔係種聖女果，而係一大片嘅油菜花田。5分鐘嘅遊園小火車體驗完，過去旁邊嘅萌寵樂園望下，呢度養咗好多鴿、羊咩咩、大鴕鳥，好得意嘅兔仔、孔雀、鹿仔。隔離有人玩機動遊戲，實在太曬，嚟呢度真係要做好防曬措施啊！呢個色彩繽紛嘅浪漫花海風車陣打卡一流。2點正，導遊姜仔帶領我哋去摘聖女果，交咗飛就可以入去任摘任食聖女果。聖女果即係香港人叫嘅車厘茄，綠色通常係未成熟嘅，紅色就應該成熟食得啦。聖女果含有較高嘅番茄紅素同維生素 C， 營養價值高。啲聖女果好新鮮啊，即摘即食，口感清甜，果肉多汁，令人回味無窮。你睇呢邊幾多？摘咗15分鐘，我哋又要集合啦。過返去特產商店嗰邊，食下午茶，番薯糖水，甜甜地幾好味。食完糖水，去特產商店拎埋隻走地雞，2人1隻，已經裝好咗，都好新鮮。2點9上返旅遊巴回程，錯咗1個鐘。3點9嚟到惠心長隆服務區鬆一鬆。大約5點返到羅湖口岸。行程圓滿結束，嚟返個小總結。呢個團嘅行程安排唔錯，任浸私家溫泉唔限水，任摘任食聖女果，仲有2人1隻走地雞帶返屋企。酒店夠新淨，設備先進。如果早餐種類豐富啲就更好啦，有杯咖啡提神就更 perfect。呢個河源日景溫泉3日團號係 B33221，團費599，導遊費每人每日80蚊，3日導遊費係240蚊，旅遊保險78蚊，建議買埋，仲有印花成本2蚊，成個行程每人總共要俾919蚊。大家覺得呢個旅行團如何？歡迎留言講下。記得點讚留言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晒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